大家一定要認真聽。耐心聽完今日呢段內容，因為呢個天機真相99%嘅人一世都聽唔到睇唔透，錯過就係白白錯失自己人生一次翻盤改運嘅黃金機會。如果你最近呢1-2個月身上有幾個特定位置無端端冇來由，成日微微發，冇蚊叮蟲咬，冇接觸敏感物件，冇食錯嘢，皮膚表面又冇紅腫，冇脫皮，冇病症，專門去睇醫生做檢查，結果全部正常，醫生都話你身體冇問題，純粹心理作用，但係你就係日日都可以感受到陣陣發癢、微微發麻、隱隱發熱嘅體感。千祈唔好忽略，唔好當成小事，更加唔好胡思亂想自己生怪病。我今日可以好肯定、好負責任同大家講清楚，呢一種查唔出病因、冇病理性問題嘅無端發癢，絕對唔係身體出錯，反而係你個人磁場徹底翻身，舊運徹底退場，全新大運即刻上滿嘅頂級天機信號，係上天特意俾你嘅溫柔提醒，代表你捱過嘅低谷、承受嘅委屈、壓抑嘅運氣、阻滯嘅福報，全部已經行到盡頭，否極泰來嘅時機正式到咗。過咗30歲，好多普通人之所以一世碌碌無為，屢屢錯過好運，唔係佢哋唔夠努力，唔係佢哋福報太薄，而係佢哋完全唔識身體同運勢嘅對應關係，淨係識得用西醫世俗科學嘅表面角度看待身體變化，永遠睇唔透藏喺體感背後嘅天道玄機。一旦身體出現轉運吉兆，佢哋就會胡亂焦慮、自我懷疑、亂咁調理、亂咁消耗自身氣場，最後親手將上門嘅好運、貴人、財運、福氣全部推走，白白浪費天賜良機。今日我哋拋開世俗偏見，拋開片面認知，夾學胡一鳴教授畢生嘅命理真傳傳統，易經氣場學說、中醫經絡養生大道老祖宗流傳千年嘅體感天機，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個人人身上都會出現，但極少人讀懂嘅轉運異象。聽完呢段口播，你不單止可以精準分辨自己幾時轉運、幾時翻身，仲可以掌握承接大運嘅正確方法，從此順勢改運，避凶立吉，福運綿長。首先，大家要記住一句終身受用嘅頂級真理，呢句說話係胡一鳴教授反覆強調無數次，喺公開課程入面叮囑世人嘅核心天機，從來都唔只係一具血肉身軀，人體係天地之間最精密、最靈敏、最準確嘅磁場雷達，係承接陰陽氣場、感應運勢輪轉、連通天道福報嘅終極載體。世間所有嘅運勢變化格局提升、吉凶禍福，從來都唔會突然降臨，毫無徵兆人嘅命運家嘅運勢一生嘅福報，喺發生翻天覆地嘅轉變之前，一定係先換氣、先變心、先變體感。簡單嚟講就係氣場未變，運勢不動，體感未動，福氣未臨。只要你身體嘅經絡、氣血、磁場、體感出現異動，就證明你嘅命運已經喺悄悄咁發生逆轉。呢個係天道最公平、最直觀、最唔會騙人嘅規律。胡一鳴教授仲講到，普通人睇運勢，淨係識得睇面相、睇手相、睇八字、睇流年，但係真正嘅命理高手，從來都係以體感斷運勢，以氣血定吉凶。因為面相可以修飾，手相可以微調，八字可以流轉，但係一個人內在嘅經絡通暢度、氣血充盈度、磁場純正度，係絕對偽裝唔到、掩飾唔到、改變唔到嘅真實狀態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低谷、
行滯運就。作磁場昏暗嘅十獸，佢嘅身體一定係死氣沉沉，毫無波動，日日疲憊，周身沉重，睡眠紊亂，情緒壓抑。呢個階段嘅人，無論點努力、點拼搏、點付出，黑手十一時十，都豪眼見鬥會爆，容易破財，容易坐錯船閘，容易遭事不順。核心原因就係自身經絡閉塞，陽氣不足，濁氣過重，磁場渾濁，根本承接唔住天地福氣、人間機緣。挨當流年四運輪轉，天時此場更新個人福報蓄滿，即將脫離苦海，接入大運嘅時候，天地間嘅正向清氣、純陽福氣就會主動湧入你嘅身體，沖刷你嘅經絡，打通你嘅阻滯，淨化你嘅負能。呢個磁場交替、氣血更新、陰陽置換嘅過程，就會催生無端發癢、微妹發麻、逐步發液通透輕鬆嘅特殊體感。呢啲全部都係濁氣外排、陽氣內進、舊氣褪去、新氣新嘅絕佳證明。所以我哋先至會講，你嘅身體40，你嘅身體永遠比你嘅大腦更走，比你嘅直覺更走之少好運降臨。你仲未察覺生活變化、運勢變化嘅時候，你嘅經絡氣血已經率先完成翻身，你嘅磁場已經提前對接上身嘅天時大運。今日我哋就逐一拆解身上3個最關鍵、最靈驗、最精準嘅轉運發養位置，合每一個位置對應唔同嘅運勢提升，唔同嘅福氣機轉，唔同嘅人生蛻變。大家一定有認真對就對號入座，把握天機。第一個最常見、最靈驗、最多人體驗過嘅轉運位置，就係我哋嘅掌心無端發癢、發熱、發麻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過呢種經歷。平日冇做家務，冇接觸化學物品，冇掂敏感花草，冇被蚊蟲叮咬，但係2隻手心或者單手手心會突然出現一陣一陣嘅微癢。唔係刺痛，唔係痕到難忍，係一種暖暖地、酥酥地、麻麻地、好舒服嘅隱性發癢，斷斷續續持續幾日，甚至持續1-2個星期。過咗30歲唔會出疾，唔會出疾，唔會留痕跡，又會慢慢穩定落嚟。絕大多數人遇到呢種情況，第一反應就係覺得天氣乾燥，皮膚缺水，身體虛，或者係隱性過敏，隨手搽啲潤膚露藥膏就唔再理會，白白錯過咗一次接住財運提升機緣嘅大好機會。其實從中醫經絡學、國學、磁場學、胡一鳴命理體系嚟講，掌心發癢係財運啟動、財富大開、機緣更新、運勢回暖嘅頂級吉時，係普通人最容易遇到、最容易忽略嘅轉運天機。我哋手掌心嘅正中心有一個全身至關重要嘅穴位，叫做勞宮穴。呢個穴位係手訣陰心包經嘅核心要穴，係人體氣血輸出、能量交換、磁場對接、福氣承接嘅總開關，亦都係人一生財富嘅外在對應位置。老祖宗講，手心藏財富，勞宮納百福，絕對唔係迷信，而係幾千年總結落嚟嘅人體磁場真理。喺傳統命理體系入面，雙手下一則基人，掌控財富、承接福報、創造生活嘅核心載體。你一生嘅財運高低機緣，多時有貴人緣分收穫回報，全部都同你雙手嘅氣血通暢度、磁場活躍度息息相關。一個長期行好運、財運亨通貴人多多嘅人，雙手一定係溫暖濕潤、氣血充足、經絡通暢、反應靈敏。而一個長期行衰運、財運卡頓、漏財嚴重、屢屢錯失機會嘅人，雙手一定係常年、病涼、僵硬、麻木、木氣血波動。
當你持續幾年行低谷運、阻滯運、壓抑運嘅時候，你體內嘅氣血運行會嚴重受阻，勞宮穴會長期處於廢失、沉寂、封印嘅狀態，經絡唔通，陽氣唔足，財富緊閉。呢個階段嘅你，好容易出現災前、心窮、破赤、進錢、困難、木磚、破咗、傷積、擦肩而過、貴人擦肩而過嘅情況。無論點努力打拼，都好似有力冇處使，始終留唔住財富，抓唔住機緣。但係天道輪迴，苦極太耐。當你嘅霉運耗盡腹部，蓄滿流年，氣運會暖，天時磁場助力嘅時候，你體內嘅氣血會開始重新加速運轉，五臟六腑嘅精氣會盡分轉輸送到雙手，長期閉塞嘅勞宮穴會慢慢打通，解封甦成，經絡從道到通，氣場從濁到清，氣血從靜到動嘅呢個過程，就會直接引發掌心微癢、掌心發熱、掌心發麻嘅體感。呢個體感嘅深層天機解讀，大家一定要記實。掌心發癢係財富開啟之象，掌心發熱係財運入局之兆，掌心發麻係機緣落地之徵。換句話講，以前嘅你財富封印，氣場閉塞，就算有錢入袋，有機緣上門，都好容易留唔住，守唔住，錯過走。而家你掌心出現轉運發癢，代表你個人嘅財富磁場已經徹底重置，你承接財富、把握機遇、留住福氣嘅能力全面升級。往後嘅日子入面，你嘅正財收入會穩步提升，副業偏財容易有驚喜，工作上面容易被領導重用，被客戶信任，被貴人提攜。生活裏面嘅細碎機緣隱形紅利，意外收穫會越嚟越多。同時流宮穴打通，氣血通暢之後，你個人嘅執行力、判斷力、把握力都會大幅提升。以前你遇事猶豫、糾結內耗，怕做錯、怕吃虧，導致好多良機白白溜走。轉運之後嘅你做事果斷，思路清晰，眼光長遠，敢於把握機會，敢於突破自我，敢於爭取屬於自己嘅財富同福氣。七弟交別以前辛苦勞碌一無所獲嘅低迷格局，而且從磁場共振嘅角度嚟講，雙手氣場通透，財富打開嘅人自身嘅聚財能力會大幅增強，散財、漏財、破財嘅負面磁場會慢慢消散，唔會再無端使冤枉錢，唔會再因為人情是非、瑣事糾紛損耗財富，穩穩守住自己嘅勞動成果，慢慢積累屬於自己嘅家底，財運越積越厚，福氣越養越旺。第二個比掌心發癢更加珍貴、更加高階，代表格局升級嘅轉運異象，就係眉心額頭無端發癢、發脹、發暖。好多朋友近期都會有呢種體驗，成塊額頭眉心位置冇生痘痘、冇過敏、冇曬傷、冇接觸任何刺激嘢，但係就係成日隱隱發癢、輕輕發脹，好似有一股無形嘅氣流喺額頭上面流轉湧動，凍濕，成個人瞬間覺得頭腦輕鬆，完全唔係生病嘅感覺。呢個現象係胡一鳴教授專門提及嘅開智開運印堂星運之兆，係比財運轉運更加難得嘅貴運、智運、福運三重吉兆。我哋嘅額頭眉心位置喺面相學、易經氣場學、中醫經絡學入面被稱為天庭，係人體陽氣最匯聚、清氣最集中、天機最容易顯現嘅核心區域，專門主宰一個人嘅智慧眼界、判斷、學業事業、仕途官祿、貴人緣分、人生格局，可以毫不誇張咁講，一個人嘅額頭氣場直接決定咗佢一生嘅層次、高低運勢順逆、福氣厚薄、
老話成日講印堂發亮，鴻運當頭，好多人誤會呢句話嘅意思，以為係塊面變白、膚色變亮就係好運。其實真正嘅印堂發亮，從來都係內在氣場發亮，氣血充盈通透，經絡通暢無阻。當一個人處於人生低谷、運勢低迷、諸事不順嘅時候，佢嘅印堂氣場係昏暗渾濁、閉塞凝滯嘅，假設青滲氣、清氣浸奶，濁氣排唔出。呢種明顯嘅特徵就係過落30歲，口綠痕咗，思路恨滑，預兆未末，執肉眼光疾，成逆做錯決定，行錯路，踩錯坑，時逆三面屢屢碰壁，發展手續，過啦30年是非不斷，小人纏身，貴人遠離，無論點努力都突破唔到自身格局，一直原地踏步，越踩越累嘅。當你即將迎來人生大轉折格局、大提升福氣、大升級嘅時候，天地間嘅清淨之氣，就運純陽之氣，會率先匯聚喺你嘅天庭印堂位置一點點，沖刷你長年累積嘅濁氣、滯氣、晦氣，打通你頭部阻滯嘅經絡脈絡。呢個清濁交換場，升級智慧開竅嘅過程就會出現額頭發癢、眉心發脹、頭腦通透、心神清爽嘅特殊體感。出現呢個徵兆嘅朋友，好快就會感受到自己全方位嘅蛻變升級。首先係思維智慧上面嘅突破，以前諗唔通嘅人情世故、工作難題、生活困惑，而家瞬間通透，豁然開朗。以前優柔寡斷、猶豫不決嘅性格，會慢慢執個專，從容淡定清晰。以前直覺遲鈍、容易被騙、容易踩坑嘅問題，會徹底改善，變得直覺精準、預判超強、避禍能力極佳。喺事業發展同仕途運勢上面，印堂開竅、天庭回暖嘅人，貴人運將會全面爆發。職場上面容易得到上級賞識、領導器重，有升職加薪、崗位提升、資源傾斜嘅機會。做生意、做副業、自由職業嘅朋友，過10歲或者10，容易遇到優質靠戶靠婆，可助可班，交代乜事完成順利突破，以致真正一生發展，一路升後。同時呢個異象仲代表福慧相增，你唔單止世俗運勢會變好，個人嘅心性格局、眼界修養都會同步提升。今酉合則40，你去慢慢翻下，執年10你後下監特適服先提，招字唔再為爛逆焦慮，占星越後氣場越靜，氣場越靜，福氣越旺，形成良性循環，人生越行越順，越活越通透。呢度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吉凶分辨要點，如果係皮膚表面嘅瘙癢、紅腫、生痘、脫皮屬於病理性問題，唔係轉運，錯。但係內裏透出嘅微癢、發脹、發熱通透感，100%係印堂開悟、貴運臨門、格局升階嘅頂級吉兆，千祈又好可珍惜，好好承接。第三個最容易被大家忽視，但係轉運力量最強大，代表徹底脫困、脫胎換骨嘅異象，就係後頸、肩頸位置無端發癢，微會發麻，僵人咁收散。好多人一着得肩頸癢、精號發麻，第一反應就係頸椎勞損、久坐疲勞、肩頸發炎，即刻去按摩貼藥膏做理療。但係做完之後，發現根本唔係肌肉問題，舒服一陣之後，依然會隱隱發癢發麻，完全治標不治本。其實大部分時候呢個位置嘅無端體感變化，根本唔係身體勞損，而係你長年累積嘅壓力、負擔、霉運負磁場徹底消散嘅轉運信號。我哋嘅後頸肩頸交匯處係人體超級重要嘅大椎穴所在地，
呢個穴位係全身陽氣上行嘅咽喉要道，清氣上升，濁氣下沉，陰陽交換嘅關鍵關口，亦都係一個人承接生活壓力、心理負擔、人間是非、負面磁場嘅處負位置。國學磁場學入面有一句真言：肩頸一重，福氣不通，苛疾是史及。即係言，只有根正強切、僵硬沉重、傷痛壓抑，就代表佢身上背負嘅負能量、生活擔心理壓力、人間怨氣過重、負磁場層層堆積，徹底堵塞咗陽氣上升、福氣入局嘅通道。回望過去，好多朋友低谷期、迷惘期、難熬期嘅時候，都會明顯覺得肩頸日日沉重，夜夜攰，成個人好似被壓住、束縛住，透唔到氣，放唔輕鬆，做乜都提唔起精神，做乜都覺得阻礙重重。呢種身體沉重、氣場壓抑嘅狀態，就係霉運纏身、坐滯不消、福氣唔到嘅直接體現。長年累月落嚟，壓力越積越多，怨氣越儲越重，負磁場越堆越厚及心頭怨勢越嚟越低迷，生活越嚟越壓抑，前路越嚟越埋力。但係天道向來，慈悲浮極必然泰來。當你熬過最苦嘅日子，還清以前嘅因果，耗散晒舊嘅霉運，福報開始回升嘅時候，天地氣場會主動幫你排毒瀉負、清脹開路。分題會自動啟動深層淨化機制，通過大椎穴呢個關鍵關口，將你日積月累嘅生活壓力、心理焦慮、人間怨氣、是非、晦氣、破敗負能，全部向外排出，徹底清空。喺大量負能量、負磁場快速外排、純陽生氣快速填充嘅過程入面，肩頸、後頸位置嘅經絡會快速疏通，氣血位快速流轉，從而產生無端發癢、微微發麻、僵硬、消散、通透、輕鬆嘅體感。呢個微妙嘅變化就係舊重擔卸下，舊霉運退場，新福氣入局，新前路打開嘅鐵證。出現呢個轉運信號嘅朋友，你會好快發現自己嘅人生發生質變。首先係心態徹底蛻變，以前壓喺心頭嘅大石慢慢落地，長期伴隨嘅焦慮、壓抑、內耗、迷惘全部消散。咗30歲，喝咗10是濕，變得輕鬆、豁達、從容、淡定，唔會再為過患而生，唔會再為而抗拒，成個人氣場舒展，陽光通透，隨之而來嘅就係生活運勢嘅全面好轉。以前困住你嘅難題、阻礙你嘅困境、拖累你嘅爛人、爛事，都會慢慢淡出你嘅生活。以前事事不順、屢屢碰壁、貴人難遇、破財耗福嘅局面，徹底扭轉往後嘅日子。厄越嚟受，資源越嚟多，貴人越嚟越多，近前路越嚟越福，徹底告別低迷困頓、負重前行嘅舊人生，迎來輕鬆順遂、穩步上升嘅全新運勢。喺大家讀懂咗呢3個頂級轉運天機之後，胡一鳴教授仲有一段至關重要，關乎所有人能否接住大運、守住福氣嘅保命真言，必須認真銘記、嚴格遵守。呢段說話都係無數人驗證過嘅改運真相。做錯一步，再好嘅吉兆都會作廢，再好嘅好運都會溜走。胡一鳴教授鄭重提醒：體簡有變，近債轉，轉願窗口期，最至心氣咗，貪生冒戰，心態失實行。好多人亦發現自己身體出現轉願發癢，氣場變動急驟顯現，即刻心態 P10，即刻心態飄遲，心送氣送浮躁，貪財即刻可以改夢翻盤，於是開始急功近利，急於朝尋，盲目投資，衝動決策，高調張揚，貪心不足，殊不知
呢個卡可係轉運期最大嘅禁忌，最致命嘅誤區。過了30歲或者40歲，大家已經有明白一個攤道規律，食苦黐觸冇嘅根之最前。當你嘅身體剛剛打通經絡，剛剛清空濁氣，剛剛接入新氣場、新福氣嘅時候，你嘅磁場係最脆弱、最需要養護、最需要穩定嘅階段。好思飲水，剛發芽，最怕風北，最怕躁動暫停。如果呢個關鍵窗口期跟情過啦，是你心態浮躁、貪心冒戰、衝動 jet、怨天尤人、交頭旋右，瞬間就會打亂你剛剛成形嘅新磁場，破壞你剛剛穩作嘅新氣場，吉成導致陽刺外泄、福刺回流，機緣消散。原本已經上滿嘅好運會直接溜走，原本即將成形嘅福報會瞬間破滅，白白浪費天賜嘅轉運良機。近身會因為心態失衡，逆聽躁動招惹新嘅是非、新俗制、新嘅破柴壞枝，得不償失。所以真正聰明嘅改運方式，承接好運嘅正確姿勢，從來都唔係折騰，唔係貪心，唔係急切，係身轉心定氣定，實行靜心守福，修心養運，身體幫你完成咗磁場更新、氣血翻身、濁氣清空，好運入局。你嘅內心就要做到穩住情緒，守住本心，穩住心態，積善修德。轉運期間，少抱怨、少內耗、少焦慮、少貪心、少衝動，夠心日。事實多保養的身靈，加濕運作，用壯於室地教陳運，再能真尋善靈。用清淨之先陳節清淨之府，用平和之心穩住長久之運。已經有云，厚德載福，靜心載運。福氣從來都只眷顧心性平和、德行端正、心態穩定嘅人。你越靜心，越善良，越沉穩，你承接金越財運貴運，福就越穩固，越長久，越豐厚。你心念一轉，風水轉轉，你心態一穩，萬事皆順。講到最後，再同大家總結通透今日嘅所有天機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徹底釋懷，放下焦慮，順勢納福。身上無端發癢，唔係皮膚病，唔係身體有病，唔係晦氣纏身，恰恰相反呢，係上天俾我哋嘅善意提醒，係天地磁場俾我哋嘅轉運信號，係我哋捱過低谷，熬過磨難，收得福報之後，迎來嘅否極泰來，苦盡甘來，舊蕭新長嘅頂級吉兆，掌心發癢，係財費砸開，機緣臨門，財運回暖，眉心額頭發癢，係印堂開竅，智慧提升，貴換近身，肩頸後頸發癢，係卸下重擔，清空負能，前路開闊。三個異象，三種福氣，全部都係好運，將至運勢翻盤嘅絕佳證明。人生一世，喜樂輪迴，禍福相依，冇永遠嘅低谷，亦冇永遠嘅困頓。所有嘅磨難、委屈、壓抑、阻滯，都只係暫時嘅沉澱，暫時嘅蓄力。當你身體出現呢啲轉運徵兆，就證明你嘅苦難已經戚成，你嘅福報已經極速滿，你嘅全新人生已經開啟。願每一位認真聽完呢段內容嘅朋友，都可以讀懂天道，天機感知自身氣場，接住天賜好運，確習學直事頭，從此先聲通透途樂，青城茶園新歲貴人，床班渣仔晏言，萬歲山康，聽刀草山，先征苦勵。而家誠心喺評論區留言，心靜福來，接住呢份來之不易嘅轉運天機，鎖住全年順遂好運，舊運徹底消散，新福滿滿落地。